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咱大家来斗阵来读台本通信。这是我个人读书的一个记录，所以主要不是干那要读互大家听尔，所以我若读到什么所在，拄着是什么袂晓的音，有可能会停落来去查这个字典词典，所以请大家斗阵和我来学习。我所会用到这个字典词典呢，主要是甘字典，甘伟林牧师所编的这个甘字典，以及这个台湾总统府所编的这个大字大词典。另外，我会用这个即嘛现代这个找台语吼，台文家市民因这个团队所做这个找台语吼，伊会甲所有的线顶有的这个字典词典拢甲集活来吼。我用这3本。好，咱来读这台文通信，你会当去 Google 台文通信吼，伫这个因这个网站台文通信台语.info 吼，伫这页内底有所有的这个台文通信的 PDF 档案。好，咱今日就对第1期吼创刊号开始读起。台文通信的英文名叫做 Taiwanese Writing。这是Taiwanese Writing Forum 因的刊物啦吼，台文习作会吼，创刊号是伫7月1号1991年所发行吼，1991年就已经离即嘛已经30几档啊吼。出版社是地良公 ，co-sponsor 是台湾习作。台文习作会 Taiwanese Writing Forum 以及 Project on Taiwanese Language Study University of Hawaii 大學伊的一個台語研究的一個計劃吼。我看書按會徽淡起吼，這個徽字我都叫特別去查這個甘字典吼，徽字是疆語所用的大三個數機器吼，好嘛是徽，水嘛是徽吼，琴用液來做徽吼，琴用液來做徽吼，當然叫做琴徽，咱當然查一下什麼叫琴徽吼，琴徽我都叫查吼，這個是琴徽吼，這一點圓的這就是琴徽，琴徽是就是佇這個琴頂頭用來做記號的所物件啦吼。會徽當然咱就知影講會徽有是會徽國徽吼，這種物件縣有縣徽吼，這種好，伊一篇是要對這個會徽來講起吼，按會徽談起。台文習作會自成立以來，按幾個對台文普及化有使命感的動向開始，每一次聚會的人數攏一直在增加。到第6次的時，已經有17個人參加，但是真正互阮感覺歡喜的，毋是人數增加，是參與者的熱情甲投入。佇進入第4個月時，有會友提起辦台文習作會通信的構想，這個提議受到熱烈的回應。我來查一下這個構想。這個讀音吼，要來讀。歹勢，因為我這隻電腦無法度用這個台語數理化，所以我必須要用這個PowerPoint。OK， 構想吼，就是當然這是即嘛這種，我對這種台華線頂對照典啊，是講教育部這台語詞典吼，並唔是較有信心嘛吼，參考就好啦吼。構想吼，好，咱轉到這。有人認為台灣語文面臨着滅種的危機，這份通信會當扮演一個火種的角色。
我来查一下这个板end吼，板end大概有一个词叫做板先啦吼，所以这个板end应该是安尼读是无对啦吼。代理店无收这个板end。先来看监理店这个班里安怎读吼，班，这样读做班，啊，另外两个音吼，可能较罕的人会晓读啊吼，混甲混吼，装读叫做班，装做吼，打扮的意思，装做打扮的意思，装做装读打扮叫做班吼。有人认为台湾语文面临着别种的危机，这份通信会当扮演一个好种的角色，来延续台湾语文的香好。延续吼，把这个俗语。续吼，歹势是第八声续延续拢会使吼，延续延续。咱今日第一道读啦吼，啊，所以拄着真侪汉字，可能我都拢爱查即个字典书典才有法度通读会出来。啊，我相信讲咱随着咱以后若读若做吼，查字典书典的机会就会较少啦吼。有人认为台文普及化需要全民的参与才有法度达成，特别是教育界、政治界、传播界、工商界、电脑界、学术界、宗教界、文学界、语言学界等等无共背景的专业人才，拢来参与才会成功。这个工程是遮尔大，台文协作会的力量是遮尔啊小。这份通信会当扮演的角色是亲像一支小小的番仔火，番仔火吼，来点一把火，点到遐会肯为台语文化牺牲奉献的蜡烛甲火柴，来照光受污染、渐渐黑暗的台语社会，来消除遐会家己台语文化的压制。甲误会吼，伫即只有一寡汉字，我得来小查一下吼。参悟哦，这里物理。代理店无收哦，来查监理店的这个物理。OK， 我无谈到吼，物就是这只吼，帮赞吼，听候、亲像、帮赞、所用、和顺、效业、字性，拢会当读做物。啊，这个参悟呢，就那敢若斗相共嘛，是参加啦吼，但是这只无吼。三参读做有，有四个读音吼，好，这是白话音啦吼，好，有，有。我是认为应该是参悟吼，咱来看一下，因为代理店无，咱来看一下词台语。词台语内底参悟，这是1973年 Embry 大英书店所收参悟。Marino 是写参悟、参与吼，所以拢会使参悟、参悟拢会使。会对这我都不爱读啊，一般会对这我不爱看啊，就我都讲我对这寡较
较无信心吼。参悟，参悟。另外一个词叫做污染，我无确定我读的音是对的吼，查一下吼。可能伫大理顶嘛是无即物啊，无即个词吼。即个当然现代书伫大理大书店就较无法度收到，无法度看到吼。教育部是收污染、污染吼，拢会使。啊，即个 L 其实是 J 的蓝音啦吼，那正正式的读法是 J 啦吼，但是像我伫咧新竹吼，阮即个蓝音化已经足明显，已经是变成足正常的啊，所以阮拢读做念吼。污染另外这个污理我来看一下，监理店的修的读法，那就是这污理我无确定要怎读吼。污读做污或者是污，啊，所以呢，会当读做污染还是污染吼，拢会使污染。啊，另外一个白话读法是目啦吼。啊，所以污染哦，误会哦，我这个误会这个词我是拢听人读做误会吼，误会较毋捌听到误会吼，误会较接听。有人讲台湾语文工作的力量各头分散，互相阁无联络，这份通信就要担任桥梁的角色，互台湾语文工作者会当互相鼓励、交换意见、分工合作。也有人讲，台湾语文不但伫国民党的电视节目、文字媒体受歧视，伫本土意识的报纸、杂志也是无受重视。台文作家发表作品的空间有限，影响了台文创作的意愿。这份通信会当提供台文作家一个创作的园地、发表的舞台。伫遮有一寡汉字，我小来查一下吼。歧视吼，这是现代诗吼。歧视，来看这个字要安怎读？这是歧字吼，歧字读做歧，分开相车就是歧，无相合也是歧，各样分车的意思吼。歧视，台语电绝对是无啦吼。咱来看一下词台语遮。1973年 ，Embry 大英书店有收歧视吼。但是伊是读做轻分哦，歹势这个是其实是无共意思啦吼，我毋知伊煞编的人来甲对应去划分的这个轻分，轻分啦吼，轻分是 complain about unfair treatment， 叫做轻分吼，轻分就是比如讲啊，两个囡仔你一个人一个有规两个通食，另外一个无啊，这个无通食，这个人就轻分吼。对 complain about unfair treatment， 这个轻分，这毋是歧视吼，毋是这个即马华文的这个歧视的意思吼。所以歧视咱就是照这个这字的里面的这个文音的读法歧视。
好，咱继续读。台湾习作会的会徽就伫即种热烈的讨论下产生了。伊亲像是一拍强要化气的火种的火种吼，一支小小的烧了就化作和夫的烦恼好。一条期待人来经过的桥，一区欠人耕作的田园，一个可能无观众的舞台。哦，这就是伊的会徽吼。阮就要安尼来开始，阮啥物拢无，阮所有的只是一粒疼台湾的心，甲一个毋肯放弃的信念。今仔日若将这来放，是永远无希望，永远无希望。语言甲文字是有社会性的物件。台文普及化甲标准化的运动是毋是会成功？台湾话是毋是会当继续做台湾地区的普通话？爱靠所有认同台湾、疼台湾的人做伙来关心，才有法度通达成。当阮即支烦恼好烧尽的时，阮相信有侪的蜡烛会将即拍好继续传落去。好，咱今日这段就来读到这来休困吼，刷下来，咱会阁继续读吼。咱会一篇一篇吼，一支一支，一篇一篇，一字一字吼，来甲这个台湾通史从头到尾来甲读到煞。我会甲我所读的拢甲录影落来。欢迎大家和我斗阵，等大家来学习台文、学习台语，来精进咱的台语。咱今日读到这，感谢，再会。